韩国跟台湾一样，都有过农历新年的习惯，许多明星都纷纷穿起韩服拍影片跟粉丝拜年。像是最近连拍2部韩剧的男神欧巴崔振赫，为了2月底要来台见粉丝，特地录制拜年影片兼催票。还有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也推出春节特辑，大家都穿起传统韩服行大礼、玩游戏。南韩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2019乙亥年，各位观众们新年快乐！穿着传统韩服，由南韩国民主持人刘在熙领军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班底。突如其来的开场跪拜行大礼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原来这是他们为了春节录制的特别节目。宋智孝和全昭明穿起粉红色蓬裙，既可爱又相当有过年气氛。其他男艺人刘在熙、金钟国、李光洙等人也都穿着正统精致韩服和鞋子，虽然玩起游戏来相当不方便，依旧创造出不少笑料。除了综艺节目，不少艺人也都趁着农历新年跟粉丝打招呼。韩国男星崔振赫，大家好，我是崔振赫，很高兴又这样跟台湾粉丝打招呼。韩剧男神崔振赫用中文开场，穿着剧中千优兵护卫队长的戏服向大家打招呼。他接续演出马城的喜悦和皇后的品格2部剧的男主角，以演技征服观众，即将在228连假来台湾见粉丝。韩国男星崔振赫，新年快乐！希望大家一直都有好事发生，拜年兼催票，并预告见面会的精彩桥段。崔振赫诚意十足，其他韩团也以农历新年为主题拍摄影片。Pleiades Entertainment 2019年己亥年新春到来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 ！18 新年快乐！ 101结束团体活动之后，成员黄明炫也正式回归韩团 NU'EST， 帅气西装跟粉丝拜年。A-Pink 也是一身粉白色系，相当有过年气氛，甜笑融化粉丝。